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 李慧芬。嚟緊呢個星期咧，美國咧就會係議息啊。咁當然啦，大家都知道今個禮拜咧好大機會會係減息嘅。咁究竟咧就係嗰個嘅機會有幾多咧？同埋就話係點解突然間又話會減息咧？減咗息之後又會點樣樣咧？咁同埋就話其他嘅國家啦，譬如好似日本咧，又話12月份咧係會加息。咁究竟整體情況會係點樣樣咧？今日都會同大家係去分析一下㗎。咁啊，節目開始之前咧，就大家希望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like and share 俾你嘅朋友㗎。好啦，我哋咧就即刻睇一睇究竟美國喺即係美聯儲啦，喺嚟緊呢一個星期裏邊咧，點解咧就會係減息咧？明明喺上一次個議息會議上邊咧，就又唔好話。當時話一定唔減嘅，不過就話即係都唔肯定係會唔會減啊，或者就話係有機會係唔減啊咁樣樣。嗱，其實咧喺因為大家都傳今個禮拜係會減息啦，美金已經係連續咧10個交易日咧係下跌㗎啦。咁其實呢一種情況即係連續跌咁多日嘅話咧，其實都好少見嘅。咁啊，差唔多成半個世紀啊，都好少會咁樣跌啊，即係美金唔係話未試過跌。只不過咧就話係可能係跌幾日反彈少少再跌，即係嗰個嘅下跌浪咧唔會跌得咁咁狠啊，應該叫做係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就呢一個咁樣跌法咧，就係因為上次即係十月尾嗰次減息嘅時候咧，減完息之後。咁啊，阿鮑威爾就表示啦，就12月份唔一定要減息嘅，減都未必減25個基點嘅。咁啊，再加埋一啲嘅官員出嚟咧，就不停喺度放聲氣啦，就表示12月份應該都停一停嘅，因為又政府停擺啦，咁同埋就咁多嘅數據都唔係太清楚嘅情況底下，冇理由咧係咁即係咁衝動噶嘛，咁樣樣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喺度諗住就12月份係應該唔會喐個息口嘅。咁突然間就近期又開始話會減息啦，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都會係即係個變化太大啊！突然間會係預咗唔減，突然間又話要減，咁咧就變咗大家都即刻係去沽美金啦。咁大家知道咧，就話係你美聯儲如果減息嘅話咧，你美國個息口咧就向下啦，咁你變咗你揸美金嘅時候咧，你嗰個嘅息口咪會降低咗，咁你嗰個利潤咪少咗咯，咁所以咪啲人咪會沽美金咯。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嘅話咧，大家都知道鮑威爾喺明年5月份咧就會係即係佢聯儲嗰個主席個位咧就要係出嚟㗎啦，因為咧根本係冇乜可能會再連任㗎啦。咁啊而家市場上邊咧認為即係好大機會咧就係白宮嘅經濟顧問 Calvin Harris 咧就會係做接替鮑威爾咧做呢個美聯儲嘅主席嘅。咁佢咧就會係較為傾向咧係快啲降息啦，同埋就係降多幾次息啦，咁樣去提振呢一個嘅經濟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話整體嚟講嘅話咧，而家12月份會減息之餘，去到明年嘅5月之後咧，有可能咧會係大幅減息嘅時候咧，咁即係話你預咗由而家到明年底嘅話咧，美國嘅息口只有向下，咁咪變咗。即係你根本冇，即係你只會咧就話係越嚟越市場上面係沽美金，你唔會走去揸美金咯。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，咁又再即係美金又弱啦，再加埋就係其他嘅國家嘅經濟開始喘定，慢慢係回穩嘅話咧，咁你其他嘅貨幣就即係非美貨幣當然就會一個嘅回升翻，咁你變咗咪此起彼落咯，即係其他啲貨幣咧就強翻啲嘅時候咧，美金又適逢係要下跌。咁啊，令到個美金個壓力咧就更加重啦。咁我哋可以睇下呢幅美金嘅圖啦。咁啊，見到咧就係做咗個雙頂啦，喺10月份同埋呢一個嘅9月份嘅時候咧，就做咗呢一個嘅雙頂啦。咁啊，而家亦都明顯地咧跌穿咗呢一個嘅頸線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反彈之後向下嘅話咧，下一個目標就係睇翻98嘅水平啦。嗱，呢一幅咧係日線圖，所以咧睇唔到我哋之前所講嘅話10050唔可以升穿啊，咁亦都證明到啦，10050真係冇升穿啦，亦都做咗個雙頂啦，就確認係唔會升翻上去10050以上嗰個嘅
即係強方啦，咁就只有向下跌。咁啊，如果整體去到明年都係繼續減息嘅時候咧，佢個美金就唔止去到98水平咁少噶啦，可能會去翻96啊，甚至係更低嘅水平啊。咁啊，另外咧就話係嚟緊會減息啦。咁其實咧就喺10月份嘅時候，頭先都講咗啦，因為10月份嘅時候嗰次議息會議之後嘅會後聲明嘅時候咧，表達到咧係唔會喐個息口啊嘛。咁一連一連串去到11月21號咧，係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斯嗰個嘅講法咧，先突然之間改變嘅。咁當然啦，就係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，就話之前咧就因為仲係停擺中，咁所以咧就好多嘅數據攞唔到啦，亦都唔知要停擺幾耐啦。去到11月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停擺完啦，咁亦都開始有啲數據咧係公布翻出嚟出邊，而又明顯地咧嗰個嘅 ADP 嘅數據咧，勞動力市場嘅數據咧係一個明顯地放緩中，咁所以咧就突然間由唔減息到變翻減息嘅話咧，呢個都係即係可以明白嘅呢樣嘢係。咁啊而家就預期係今個禮拜減息25個基點咧，已經係超過86%嘅啦。咁啊而9月份嘅點陣圖咧就預計明年啦就會係降息咧就3次嘅，咁啊比6月份嘅時候咧就多咗1次啦。咁如果明年真係降息3次嘅話咧，咁啊好大機會可能係明年嘅5月份之前減多1次息，5月份之後就減2次息，又或者就係因為個通脹即係都強啦，咁可能就5月之前鮑威爾繼續唔減息，咁啊5月之後嘅時候咧先減3次息咁樣樣嚇。好啦。咁咧就頭先都講啦，就話 ADP 個數據嘅時候咧，私人市場個數據嘅時候咧係得減少咗3.2萬個嘅，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咧就話嗰個嘅重要位，即係話減勞動力市場下降咧，其實主力喺政府嗰度，就唔係喺私人市場上邊。私人市場咧算係都叫做平穩翻啦，同埋即係有少少嘅回穩咁樣樣嘅。但係咧就話嚟緊咧，因為嗰個嘅 CPI 嘅數據咧係都犀利啊，即係有啲回升嘅跡象喺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話12月份咧係即係今次減完息之後啦，你又會後聲明咧去表達明年係1月份又會再減，繼續再減得好大嘅話咧，我相信鮑威爾唔會，因為個通脹明顯上緊嚟嘅時候咧，佢一定會係想。起碼1月份、3月份嘅話咧，都會係停止減息先，咁跟住再睇定啲嘅時候咧，即係譬如個通脹唔再上升啦，咁佢先至會再減息嘅。咁嚟緊今個禮拜咧，當然個波動性咧就而家預期咗就未必會太大波動啦，除非咧就話係突然之間喺議息完之後嘅時候咧，突然之間又係維持息口不變而冇即係唔係降息嘅話咧，咁會令到個波動性咧就會非常之大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機會率咧就會係微啲嘅，因為由聯儲局之前講到話係唔減息到突然間11月中旬嘅時候咧，11月20號開始先至話減嘅話咧，唔會咁快又變翻話係唔減，所以我覺得呢個機率係微嘅。咁但係就應該係會減息，同埋個整體成個市場咧都會係一個即係個波動性唔會太大啦。不過要留一樣嘢咧，就話係因為12月份啊，我相信咧減完息之後就咧唔排除個美股會出現一個下跌，即係整體成個市場咧會出現一啲嘅平倉盤啊，大家都要小心啲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就講下第二個國家啦，我哋講下日本啦，因為除咗美聯儲會減息議息之外嘅時候咧，日本今個月份咧亦都會有議息會議嘅，就喺19號。咁咧就而家突然之間咧就講到係日本會加息啦，加息25個基點啦，因為之前咧就係就講翻日本央行係唔會想喐個息口噶嘛。即係唔會加息啦，咁咧就個 yen 咧就偏軟啦，咁但係自從咧就暗示嚟緊12月份咧係會加息嘅話咧，咁就個 yen 就開始咧係轉強嘅，咁啊而家就市場上面預期啦，19號就會係
加息25個基點就去到0.75厘嘅。咁如果真係嘅話咧，就係1995年以嚟咧係最高嘅利率㗎啦，即係講緊係30年內係最高嘅利率㗎啦。咁好啦，我睇下個 yen 嘅走勢係咪真係會偏強先。嗱，睇翻個走勢咧，又真係會喎，明顯地158水平咧做咗個頂啦。咁跟住咧就會反覆偏軟嘅，短期都會落去150嗰啲地方。如果嚟緊嗰個嘅日本嗰個嘅通脹啦係繼續上升，因為明年3月份佢哋嘅工資咧又有機會咧係再提高啊，咁所以到時咧就個 yen 就肯定會係再升噶啦，因為你工資提高咗，個通脹就肯定又會再向上啦，咁你更加會炒作佢加息，即使唔加都好啦，大家都會炒作佢加息，咁到時個 yen 咧唔排除會去140嘅水平啊，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就係 yen 以偏強為主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又去睇下其他嘅國家啦。同埋睇翻啲商品啦，咁咧就最重要嘅地方咧就話而家係俄烏戰爭咧係究竟會係點咧？同埋就話而家係叫談判中啦。咁如果真係能夠談判得到嘅話咧，談判得好嘅結果嘅話咧，當然咧就係啲油價咧會出現下跌啦。但係而家又啱啱個 weekend 咧就好似表示咧就話係嗰個嘅談判咧暫時都仲係膠着嚇，所以我哋見到嗰個嘅油價咧其實都暫時都係一個偏強嘅走勢。雖然佢都仲係一個下降嘅趨勢入邊嘅，咁啊睇下消息啦。因為個油價喺呢啲水平嘅時候咧，56蚊、55蚊、56蚊嘅話咧，又好似係跌唔穿咁，咁啊就要睇消息。如果消息埋嚟係繼續真係個俄烏戰爭繼續嘅話咧，咁可能就會係升穿60蚊啦，升翻上去66蚊以上嘅水平啦，或者64至66蚊嘅水平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啊真係傾得掂喎，原來俾佢哋咁，我個油價咧就一定會出現一個下跌，亦都有機會跌穿55蚊呢一個嘅水平㗎。好啦，我哋睇埋個金價嘅走勢啊。嗱，睇有啱啱星期日公布咗嘅數據咧，就顯示啊，中國內地個央行咧已經連續第13個月咧係增持咗黃金嘅儲備嘅。咁啊11月份中國央行嗰個嘅黃金儲備咧就已經係增加咗3萬安士。咁啊，令到個總儲備咧已經係達到7412萬安士嘅啦。咁咧就今次呢一個人行嗰個嘅購買黃金嘅週期咧，就由舊年嘅11月開始嘅，即係已經係買足1年。而家12月份再買，即係買足13個月㗎啦，已經係。咁金價咧，其實喺10月份嘅時候咧，咪做過歷史高位4381蚊嘅。咁啊，而家就回落啦，回吐啦。咁但係暫時都叫做企住喺4000蚊水平之上，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咧跌穿咗4000蚊，都即刻咧係有啲買盤咧令到佢企翻上4000蚊嘅水平啊。咁啊，亦都有機會咧，就係今年全年咧，就係1979年以嚟咧係最佳嘅年度表現啊。咁啊，當年個金價即係講79年，即係講緊有成50年。係啦，50幾年，咁咧就係個金價咧係即係好少會好大波動，就算升咧都唔會升得一年升得咁多，係今年升得特別犀利啊！咁咧就如果美國繼續減息嘅話咧，個金價會繼續向上，咁所以咧就話嚟緊美國減息嘅話咧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就話係買黃金去對沖翻美金咧就最安全嘅。咁喺而家咧，其實中國內地嗰邊咧都會繼續咧係買黃金咧做儲備，呢個大家都知嘅，無可置疑噶啦。咁咧就亦都個金價如果就住埋美金下跌，美國繼續減息嘅話咧，金價一定會反覆偏強。不過咧就可能要做翻個回吐嘅。咁大家會見到啦，之前落嘅4000蚊樓下水平咧，都即刻係升翻上邊啊。咁不過呢幅係周線圖啊。咁上個星期做咗個十字星咧，我就會覺得唔排除今個禮拜美聯儲嗰邊減完息之後時候咧，當所有嘢都一個嘅 buy on rumor sell on facts，即係譬如股市會下跌啦，美金可能就會都出現一個嘅下跌嘅情況，美金可能會反彈都唔出奇啊！呢個講係短線嚇，咁同埋加上就12月份啦，咁好多嘅基金經理咧都要去埋單計數噶嘛，咁今年賺咗咁多，咁你梗係嗱臨平倉。
即係鎖住個利潤先啦。咁所以唔排除金價今個禮拜咧都係反彈完之後向下，咁啊落翻去4000蚊。咁但係如果係長線嚟講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揾翻個低位咧係去即係長線持有，但係唔係呢個水平啦，因為佢仲會做個回吐啊嘛。咁好啦。今日咧就講到呢一度先啦，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探討市況嘅走勢啦，拜拜。